已經3個好睇過啦。咁綜合過嚟嘅話，大家對呢個地理位置其實對呢啲咁嘅面積係感興趣嘅，但係唯一一個缺點就係要花好大成本去改造嘅。其實呢個我自己有幾個睇法嘅，結合啱啱啲老細做一個綜合意見。有啲老細選咗餐飲嘅，其實可以保留一兩棵大榕樹。咁依家好興咩沙漠咖啡嗰啲嘅大榕樹兜下邊嘅一啲餐飲，個擺啲台喺度，因為有2棟建築物喺度嘛。所以呢度咧其實係可以做一啲輕餐飲、小餐飲嘅。咁有空地嘅話，可以做停車場，可以做一啲集市，週6日嘅集市嗱，空出一半嘅地方出嚟做一啲集市，其實都 OK 嘅。咁亦都有朋友咧啱啱過嚟睇，想做要大過幾百方度做一啲草莓啊，或者係嗰啲番茄仔嘅。但係咧其實個成本你又變得好高啦，因為你如果喺農耕地咧，可能會成本低啲。打造呢度其實係需要花心思、花設計嘅，但係咁大面積嘅地皮，你喺市面上邊想揾一個咁嘅項目咧係少嘅。有興趣嘅話，快啲過嚟睇睇，因為今日已經睇3個啦。有實力嘅攞晒啲，就成片地攞晒嘅，其實住好嘅，真係好好環境。留翻2棵大樹，啊！呢啲大樹好多年噶啦，修剪一下佢，呢度倒晒一啲石埋喺度，真係舒服到不得了。